家長亦都就祐漢舊區嘅治安同埋衛生等問題向房屋局反映意見。陳慧蘭報導。街總聯同祐漢舊區居民代表同房屋局副局長譚光文等舉行會議，商討解決該區嘅治安、衛生同風化等問題嘅措施。街總向房屋局建議喺大廈出入口等地安裝閉路電視，並且希望有關當局加強巡視，共同改善該區嘅環境。安裝嗰啲閉路電視啊，或者安裝嗰啲燈啦，同埋咧係咪好似咧巡視下嗰度啲同睇下管理啊物業啊，可唔可以咧大家去管理下嗰度啲區啊，巡視改善下嗰度啲環境咯。會後，街總引述房屋局嘅回應，指安裝閉路電視因為涉及到私人嘅問題，認為呢個方法唔可行，但係當局會協助佢哋喺大廈門口安裝鐵閘，以加強保安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報道。